以前我一直以為關心一個人就係想要鼓勵佢，等佢睇到自己嘅潛力。但最近我發現，有時當我哋咁做嘅時候，我哋唔係向佢展示佢可以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而係喺度話俾佢聽，我覺得而家嘅佢做得未夠好。我最近成日諗起啟奧，佢係嗰種極之少見、聰明到令人有壓力，而且非常有天分嘅人。當你見到一個人身上有咁耀眼嘅光芒，你直覺就會想去保護佢，去磨平佢。但我搞錯咗，我完全冇意識到，原來我所謂嘅關心喺人哋眼中只不過係一場表現評核。我竟然將一個咁完整、咁複雜嘅人當成咗我台面上一個未完成嘅項目。要承認自己一直係喺度修改人，而唔係單純地關心人，確實係一件好難接受嘅事。啟奧先至係佢自己人生最終嘅決策者。無論我覺得自己睇得幾透，見到前面有幾多彎位，我都冇權去幫佢規劃人生。如果換轉係人哋俾啲咁不請自來嘅指導我諗我都會覺得好煩。呢種行為好有侵略性，因為背後隱含住一種假設，就係我覺得自己嘅觀點先至係正確嘅。不過講到誠實，如果我有啲咩做得唔好，有啲咩需要成長嘅地方，我係好想聽嘅。但我希望係由佢親口當面同我講。如果係無意中聽到朋友背後批評自己，或者係透過八卦傳到我耳邊，嗰種心痛係好難形容嘅。呢種做法會將一個成長嘅機會變成一道防禦嘅高牆。啟奧，如果你聽到嘅話，請直接話我知。我承擔得起真相，我只係接受唔到嗰種背後嘅耳語同隔膜。呢啲嘢將我哋變成咗我最唔想見到嘅對立關係。回望返自己行過嘅路，我決定唔再咁消極。我今日喺度，唔係因為意外，亦都唔係因為失敗，呢度係我過往每一個決定加埋一齊嘅結果。老實講，我一啲都冇後悔過。每個選擇都教識我點樣喺而家呢個空間呼吸。故事永遠有另一面，人生亦都永遠有另一種睇法。我好感激每一日，感激嗰啲令我哋變得更好嘅摩擦，亦都感激嗰啲逼我哋去面對自己陰影嘅朋友。如果你都曾經經歷過，學識咗人並唔係一個項目呢個深刻教訓，好歡迎你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感受。不如我哋一齊傾下嗰種由得人哋做返自己嘅美感。